海南有一对翁仔某将因2个月大的囡仔交予姨母来照顾，不过接到这个姨母讲囡仔互痰砸到未喘气，第一时间无赶紧叫救护车时，联络这对翁仔某甲囡仔送病院。这对翁仔某就指控这姨母牵着送医治疗，害囡仔面临脑死，嘛准备要赔讲，但也已经告这个姨母重伤害。 翁仔某2个人准备到家务病房去看囡仔，因为拄仔面临上歹选择的时刻，因为因拄仔满4个月大的囡仔，摕伫病床顶面，全身拢插管，是面临脑死，状况非常无乐观。第一个时间点就无敲叫救护车，你若第一个时间点敲叫救护车，就无定袂抢救遐尔啊济解安尼，拢还袂听到叫爸爸妈妈的，就差不多要赔讲啊。 救起来已经比那个植物人还要严重了。但是翁仔某2个人原本住伫家己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8月初将2个月大的囡仔委托予熟识保姆来照顾。但是这个月4号，妈妈要去接囡仔的时阵，保姆是向用通知囡仔气有痰架着喘袂过气。妈妈当下请保姆马上叫救护车，但无想到保姆竟然讲伊的手机是无法度敲电话，爱妈妈家己联络救护车。我觉得他。 一个保姆，然后你有受过专业训练，你又是有牌的，你这点紧急措施你都没办法做，一点基本的反应能力都没有，然后我的孩子就这样就没了。实际到保姆因兜厝内面是无人，但是因兜去用人破红擦，囡仔急救开倒了后，虽然是恢复心跳，但是煞是面临脑死的状况。交上嘛有给20号下晡来办公。案发后，社会局已立即要求该托育人员暂停收托。 第一时间主动通报警政及地检介入调查，并会同居家托育中心至该托育人员家中联合的稽查。目前社会局是要求即马保姆暂停新的收托，并且转托原本收托的另外一名幼儿。而家长嘛已经提告保姆重伤害，后续社会局嘛协助追踪案件的司法进度。记者郑俊宏报道。